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初5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期先，咱要做回来关心的，就是高雄市执行青春的专案。伫咧食毒的少年囡仔手机内底去发现这个买毒的这个线索，落尾警方是伫咧台南一大主体区去抓到做毒品的翁仔某，现场抢到的毒品，这市价是超过150万。你这里面放什么？我再问你最后一次。不知道，并没有放东西啊。因为嫌犯无愿意配合，少年队员警摕马路甲柜撬开，果然发现内面唔有做过公司分弹，佮有卡西酮、芳烃等制毒的原料甲工具。少年队表示，因伫休抓执行青春专案的时，发现有青少年透过网络去买到会当制作各种口味的公司分弹，一路按照线索去找找，甚至佮扮作外送员去追查。伫台南安平这大高级主题区抓到一对制毒的翁仔某，分别是60岁姓王的翁婿，甲44岁姓丁的太太。目前专案已经照毒品危害控制条例移送侦办。嫌犯啊，因为伊要达到伊卖毒品啊这个目的啊，所以会加一寡像迄草莓口味啊、奶油啊、蜂蜜啊、蚵仔等等这口味啊是啥？这民众啊是青少年朋友去买啊去用来用。警方表示，一对毒丸样的制毒规模会当算是中盘商，那大个所在一个月厝税要到3万。就连藏毒品的柜仔嘛是专工定制，要有感应卡才有才调开。少年队这摆找到的毒品，新品、半新品加的，价值超过150万。卡西酮就1公斤外啦。伊段米是烟弹过了8粒，个所以他们挂定这新型毒品咱个初步估计算起来，遐差不多超过150万，这是咱就现场查到，较早伊卖出去，咱查到，咱唔知影，所以这部分阮个继续来用追查伊的来源。另外，高雄市刑警大队也对4月中将押线索一路调查卖毒的源头，8月18顺利抓到39岁姓洪的嫌犯，找到大量的公司分弹，佮有安规他命、手枪、枪支等等。警方表示，姓洪的嫌犯从移送地检署了后，已经裁定羁押。记者邝亚茹、柯昭阳高雄场报道。再来看这台中市北屯区宗德路呢，是有一个骑乌多摆的民众，因为不满着这自来水公司做工停管制交通，所以转骑入去甲人的交通线甲踢倒倒。结果这个驶过手的呢是真生气，所以转用这乌斗来砸车要驾驭理论，也因为牵涉到公安的疑虑，这自来水公司是要求停工处分，也那警方嘛要来开罚单。怪手将机械手骨挡伫车道，一台机车轰砸到紧急大东啊！后壁车一直起喇叭。代志发生伫台中市北屯区宗德路。初时早起9点外，现场是自来水公司另外广线的工程，看到二高工，双方坚持大约1分钟，其他用路人是认为时间单位受限嘛。怪手的那个头给人家阻挡，挡他，对，挡了大概1分钟了。看伊什么规定，你就照规定行就好啊！你袂使路拢啊动起来啊！感觉就咸，伤过咸啦。等到现场，工程用完的时间，怪手司机表示，因为机车骑士无遵守技高指挥，踢到几个塑胶桶，引起激烈的口角，所以想要砸落来理论。台中市第5分局表示，姓吴骑机车的人甲时间单位争执，虽然无发生代志，也过怪手运作已经超过路权申请范围，佮随意砸人甲车，会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因两挂都甲我。红窗啊，踢掉啊！伊停落来啊，我再甲伊讲来边啊讲啊，伊卖啊，伊就甲我干交，干交啊。对啊，我想要拦下来是什么意思啊？本分局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第1项第3款及第11款，最高共处罚新台币4800元。自来水公司表示，施工人员发生口角甲挡路的情形，引起公安疑虑，已经请厂商随停工，以契约规定处分，佮要求加强教育训练，避免类似的情况佮发生。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北荣总病院一个姓陈医师呢，因为涉嫌诈领这病院采购的钱，而且伊咧做教授的时阵嘛来涉嫌诈领研究经费。21档以来呢，这金额是来到新台币3000多万。今仔日士林地检署侦查终结，是照这贪污治罪条例来起诉姓陈医师等5个人。而这地检署的起诉书呢，是写这姓陈医师呢，伫咧做教授，也有台北荣总咧任职的时阵，21档来是涉嫌指示着这医检署医疗的厂商等人来配合报假的介绍来诈领采购的金额，而且也有国科会研究经费等等。这台北荣总除了甲订聘，也强调讲对这不法的行为是绝对袂当容忍的。
另外来关心的是，有诈骗集团讲要伫咧台南的虎头埤来办露营的活动，因为这费用是真俗，所以请来真侪家长。也毋过主管机关是警告讲，这根本就是诈骗，因为因根本就无办活动。另外呢，伫咧高雄是一个60多岁男性，互查某朋友呢骗讲要来买药啊，险啊甲100万领互人。官方社群打广告，提醒民众卖互骗去。即阵有人打假广告，讲要伫台南虎头埤风景区办亲子露营，大人498，12岁以下囡仔免费。毋过这根本是诈骗。活动非虎头埤风景区主办，请民众务必要查明事实，避免受骗。本局也已通报相关单位进行调查。虎头埤因为风景真水，假日本来就是亲子旅游胜地。假广告列出虎头埤顶3个风景区的营地，真俗的收费，袂少家长拢要参加。风景区主管机关甲业者只好赶紧出来赔回。价钱比较便宜，真的是会先被吸引到。但是我觉得，因为现在诈骗太猖獗了，所以还是要多做确认。国内诈骗真济，除了假露营想要骗家长，还佫有假投资甲假交友。你是买什么用的？你买从哪？美国的特效药。一个60多岁查甫人，测试中昼来高雄任某一间银行，讲要领100万，讲是网络熟悉的女朋友出车祸，真需要买4罐特效药，一罐单价都要20万。警方接到银行的通报到场，随意知影讲这是假交友的诈骗。购买药物给女网友，为填写汇款单据时，王男却告知行员要购买健身器材给老婆使用，前后说法不一。经远警进一步了解，发现实为典型假交友诈骗，王男才惊觉遭诈骗。跟他们说，如果要转一些资料什么的话，都要小心一点。巡逻员警来到银行签到，为了会当及时阻挡诈骗，警方甲各金融机构保持连线，除了透过员警到场扣款，警政署也持续情报人力甲导入 AI， 精进165反诈骗专线的接听量能，搁定期分析诈骗的步数，协助民众会当掌握趋势，强化防诈认知。记者采访报道。南投市的南港工业区成功三路附近的这2天落西北雨了后，袂少人哪像是闻到这个阿摩尼亚的臭味。当地里长怀疑讲，可能是工厂趁这落雨天偷偷来排这个垃圾水。即马环保局派人稽查，目前是有针对几啊间工厂，当咧厘清原因。这里味道最明显。这2天落西北雨以后，南投县南投市英丰里才有袂少居民拢有闻到阿摩尼亚的臭味，甚至互人评价会讲，里长讲，逐摆落雨天了后，定定会有工厂偷排废水，怀疑业者是为着要省污染处理费，趁落雨天偷排废水，想袂到雨正紧就停啊，造成臭味传出来。从来也没有那么味道那么难闻的，我自己也闻到都快要晕过去了。你赚钱你再赚，你把这一些会污染放在排水沟，这不合理呀。南投县政府环保局接到民众检举了后，嘛来到南港工业区，针对污水来源进行追踪。环保局表示有找到几啊间可疑的厂商，也有针对厂内污水处理设施敢有正常运作进行稽查。后续卖查验甲监测，看敢真正有业者非法排废水。找到几家疑似可疑的厂商那环保局同仁也紧速的进场针对这个厂里面的污水处理设施相关的这个收集跟相关的处理设备有没有正常运作来做稽查。南投县府环保局呼吁业者按照相关许可内容来处理废水，若是排放量变大，嘛要检视许可资料敢需要申请变更。另外，偷排废水已经违反水污染防治法，会当罚3万以上300万以下罚金，要限期改善。经济重大也要求停工停业。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另外来看这台塑六轻的海水淡化厂呢，9月底进前就要开始来供水啊。也毋过环保团体是认为讲六轻用过拢是用这农业用水，今年因家己来找水源，安尼就应该爱减少这农业用水的量。也若经济部是回应讲会好减量，也毋过到底是要减偌济，目前是还未确定。六轻伫大水期用水的问题，长久以来受到环保团体批评，讲是甲农业咧抢水。环保团体讲，六轻产量降低，这3年来，逐工的用水量伫咧19万至21万点5吨，比进前甲农水署签约用水量34.5万吨，是要加真济。
因为直接拿好用工业用水调度使用农业用水的契约，会伫年底重新签约。即马6轻海水淡化厂有机会伫咧9月底进前运转供水，款团要求都要降低原底合约的供水量。在今年要签的约，就是一定要下修，只能是0到14万吨的水，而且要逐年减工1成。款团指出，中华地层下陷的区域，毋但是伫咧沿海，就连水头的溪洲，嘛以每一年3公分的速度下陷当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大水期移保农业的用水互6轻，逼农民都要抽地下水。我们知道地层下陷在沿海，但是从那个源头就开始地层下陷，还在枯水期抢这个地下水的话，浊水溪的水的话。地层下陷势必会越来越严重。针对这点，经济部表示，这个签订新的合约，会降低供水量。台塑那个海淡厂如果做好的话，原则上是我们那个用水量会减少了。那我们会配合那个东西来跟相关单位一起来协调看看。水利署表示，6轻按宽屏的承诺，9月底之前要启用海水淡化厂，用水降低量嘛会包括70万吨。遐若实际上减量减偌济，爱伫咧核定用水计划了后才会知影。不过，款团要是质疑农水署向6轻收1度3.3块的水钱，实在是伤低，要求检讨水钱的合理性。记者综合报道。中华的东犁溪即几冬啊，经过整治是豆豆啊恢复生态啊，嘛正做是保育水鸟的生态地。也毋过7、8月份这大水雨呢，是甲溪林互鸟啊休困的铺倒甲强调起，所以在地即嘛是建议县政府应该爱来定河川的管理计划。有33公里长的中华东犁溪，除了是重要的农业灌溉用水，这几年经过整治营造，嘛正做侪水鸟的生态地。但是在地团体所发现，今年7、8月大水雨，河岸边的土坝流失，河床的铺倒生态嘛受到迫害。这几届的大雨我看到伫沿河内底大概是4到5处的湖岛，拢去流失掉了啊，很可惜啦。我们也观察到，讲咱的包括鸟类包括咱的红冠水鸡啊，原本伫咧咱的水面拢足多吼，即摆要看到拢有较困难一点嘛。长期关心东犁溪整治的乌埔社区大学表示，东犁溪的铺倒是由水生植物掺土沙组成的自然生态，大部分会伫河床中，嘛是因咧观察水鸟正重要的生态指标。即便大水雨造成袂少铺倒消失，互水鸟失去生态地真无彩。希望政府会当制定相关的河川管理计划，保护真无简单营造出来的生态环境。每年都有定期跟不定期针对一些排水的状况去做清淤的动作。7、8月的雨量比较多啦，所以造成有一些地方有可能土体有冲刷，比较流失比较多的部分，我们就是可能用太空包或覆土，把土皮恢复原状。水事处表示，东犁溪拢是较天然的土沙河岸，本身就较会因为大水雨流失。水事处讲，针对流失较严重的所在，未来做复原施工的时，会尽量恢复原本的无忧，嘛会避免人为干扰，搁去影响到当地的自然生态。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保育国宝鱼河台这雪霸国家公园呢，是头一届甲民间合作，让这国宝鱼坐直升机去到苏格兰溪的水头。这回是隆重放240尾落去，用这空运呢，毋但是毋免搬摇摇，也提悬这鱼仔的存活率。工作人员真细致，把河台的鱼仔装伫地下内包好了后，送上直升机执行放流任务。直升机飞到放流点了后，是用人力接管，行到苏格兰溪的源头。工作人员确认水流甲环境了后，把鱼仔慢慢放落，搁检视适应状况。水管处甲民间业者合作，头一届用直升机专机的方式测试执行河台的放流任务，因为缩短真侪时间甲人力，也互存活率会当提高。如果是用传统人力背负的话，必须要6个小时。这6个小时。背负的人要有20公斤的承载，其实对鱼对人的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了。水管处表示，这届选定240尾9个月的细尾鱼，放流区域是苏格兰溪源头甲秀克溪的交界所在。根据水管处的估计，去年族群数量差不多18000尾。去年虽然小可减少到16000多尾，不过适应环境能力确实有提升。去年因为地震的关系，多次台风关系，所以会数量稍微减一些，可是还是到维持16000多尾的一个量，所以显示说，因为台风影响，它不会对我们储水量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冲击跟影响。基因的奇异度是很重要的，对这些族群
未来去应付各种环境的改变。重点是要如何让他们能够扩大他们的这些基因的变异度。所以在不同的栖地，那它不同的环境，那时间久了，它自然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异出来。学者表示，目前7家湾溪数量差不多是5000多尾，下湾溪甲落叶尾溪族群原来有较侪尾，不过渐渐到进步啊。苏格兰溪是相对较新的放流点，除了生态无共流行的新族群，基因嘛爱增加多样性，才有法度应付环境的挑战，建立稳定的数量。记者采访报道。伫个嘉义的梅山乡呢，是因为丹那市风台，也有7月28大水雨，是造成农业也有观光的损失。即马乡公所是来规划每一个乡民是会当分到3000块的援助金，希望会当减轻中间的负担，嘛通带动在地消费。嘉义县的梅山乡因为丹那市风台甲7月28大水雨，对乡民的家园甲收成带来正大的损失。梅山乡公所宣布要针对梅山乡民来普发3000块的现金。这边风台来的时阵大部分的果实拢有损失，产生有一些农户他们拢收成拢无介好。丹那市台风甲7月还会造成咱非常大的这灾情尤其咱这果农损失非常的惨淡公所。体谅咱的农民的财情梅山乡公所表示，针对这个普发，乡内暗算有17200多人会使领到，经费计共要5200万，会规划伫2026年乡内的总预算内底，10月份乡民代表会的定期会若是有通过，上紧明年3月就当来发予民众。伫咱公所主要财源有创意的情景之下，我是赞同讲，互咱的乡亲每一个加一束互因。过日子，因为有诶，咱咧做细人有诶真正真艰苦啦。乡长要发一个人3000块，阮兜有4个人，总共12000块，这做过年压岁钱做欢喜诶。当然是做欢喜啊，对大家家庭拢有至少拢有一寡迄个意义伫咧啦。梅山乡普发的对象是今年8月30日进前户口伫梅山的乡亲，乡公所已经开始办理编列相关的经费。这笔经费袂去影响到乡内其他预算的支出。乡公所表示，这3000块无法度弥补乡亲因为天灾带来的损失，但是也是希望透过这笔援助金，加减来减轻大家的负担。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那伫遮为大家插播一条上新的消息，这是台北地院呢，昨是针对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也有台北市议员应晓薇开庭来讯问。合议庭今仔日是裁定2个人是以7000万，也有3000万来交保，也毋过限制出境出海，也来限制自机。而且呢，因2个人是袂当甲这共同被告，也是讲也袂团还的证人来接触，同时嘛要接受这科技的监控。另外，咱要来关心的是台南台语月的这个活动呢，明仔载起过啊。今年是以台语入厝来做主题，规划走关的活动。这民众除了会当伫线顶来看影片，嘛会当行入巷仔内底的这个店头来体验台语的文化。台南市文化局是强调讲，要互母语定根伫个生活当中。台顶念歌一句接一句，表演互人感受到台语的古早味，这嘛呈现台南台语月活动的多元风貌。不管是唱歌念诗，拢通用母语呈现。今年有中正80周年纪念特曲《南岛孤影》活动礼拜六要伫5横公会堂起稿，这回以台语入厝做主题，向人家台语定根伫咱的生活内。生活内底有足侪机会会当讲台语。所以阮实在是用迄个上生活的一个用语来跟台语的活动来做一个结合。所以虽然它是一个台语的文学月的活动，但是文学其实就融入到生活当中。台南台语月到达第7档，今年较特别的是用入厝走关活动，主办单位伫10个地点翕20个底片，内容是阿嬷带孙准备入厝的过程，民众看影片佮回答问题，透过游戏的方式，互乡亲体验行路的台语文化，嘛通自然开嘴对来讲。不一样的方式，用有影片的方式，然后也有市井潮语演出的方式。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台语游乐园的亮点的活动。那其实主要就是营造一个都是讲台语的空间跟环境。这个月假期拢有台语活动，重头戏是9月20，有10位台语家庭斗阵摆搭设计游戏，成做一个台语游乐园。文化局讲，母语就通落实世代共学。
大大传承，武器的前途才会光明大拍尾。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在云林偏乡的囡仔呢，要看起考是真无方便的代志。即马县政府行大省是开1200万，伫12间国小来设24台起考的诊疗椅，因也会甲这起考医师的工会来合作，服务周围61间学校的学生，未来也通真做是巡回的医疗据点。小生提点新变的气科诊疗椅，未来伫学校就会当检查喙齿、补喙齿，确保喙齿的健康。云林县因为偏乡气科医少，梨园乡、口湖乡无半间气科，学生囡仔若要看喙齿，就要去附近的乡镇。20公里，还有时间很不方便，我们都跑了很远，要跑到北港，都蛮不方便的。云林县政府讲，偏乡因为气科医资源无够，学生囡仔有就医无方便的问题，甲有厝和卫生局建议了，提出卫生市偏乡学校巡回医疗服务，由县府倾1200万买24所气科的诊疗椅，设伫9乡镇12间核心学校，由气科医工会派医生服务61间学校的学生。那这12个学校呢，它服务周边大概总共61个学校的孩子呢，都可以按照排诊来到我们这个核心学校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检查跟治疗。那当然后续我们还会有4个乡镇继续来扩大。在12个学校每个学校有2台治疗台。那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既然机器到位了我们当然要去想办法号召更多的我们的牙医师进入到这个区域来。县政府讲，目前和气科医工会合作，已经招到18个气科医的巡回驻诊。这嘛是全国首创气科医诊疗模式，现阶段是优先照顾学生囡仔的喙齿健康，未来会扩大到服务社区民众，来补足偏乡气科医无够的困境。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这欧洲的领袖是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来开会。在法国总统马克宏有宣布讲，26国是承诺会派部队来维护乌克兰，也毋过到今这意大利也是坚持未派兵的。另外一边，这美国总统川普是讲要甲罗西亚总统普京来通电话，也要求欧洲加强对中国来施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甲法国总统马克宏，当在行伫巴黎爱丽舍宫的会场，展开治患者联名会议。欧洲领袖呼吁，要伫战后第一时间部署一支保障武力伫乌克兰，甲保和平被各方破坏。马克宏也证实，甲美国总统川普通话了后，美国会伫未来几日内明确支持这项安全保障的范围。Nous avons aujourd'hui 26 pays qui formellement se sont engagés, plusieurs autres encore à clarifier leur position, mais 26 pays qui se sont engagés à déployer comme force de réassurance des troupes en Ukraine ou à être présents sur le sol, en mer ou dans les airs pour apporter cette réassurance au territoire ukrainien et à l'Ukraine le jour d'après le cessez-le-feu ou la paix. 也不过，欧洲内部也传出无共声音，意大利政府表态，被派遣部队进入乌克兰。北约秘书长李德是伫布拉格强硬回应，罗西亚无权对此讲有诶无诶。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强调，甲普京会谈无法度避免。Ми підтримували в будь-якому форматі і трьохсторонню зустріч, і двосторонню. Я вважаю, що Росія робить все, щоб відтермінувати. Американські партнери нам передали, що Путін запросив мене в Москву. Ukraine is a sovereign nation. If Ukraine wants to have security guarantee forces in Ukraine to support a peace deal, it's up to them. Nobody else can decide about it. And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stop making Putin too powerful. 除了欧洲内部的政治竞争，美国更加扮演关键角色。美国总统川普伫北京晚宴上证实，伊甲泽伦斯基通话了后，最近会搁一摆甲普京通电话，伊也要求欧洲对中国施加更较侪压力，以下就罗齐亚的外交甲经济支援。I will be, yeah, I will be. We're having a very good dialogue. I settled 7 wars. The one that I thought would be maybe one of the easiest. You know that feeling? You think one thing is going to be easier, turns out. 欧洲领袖强调，安全保障要具体化，才会当避免搁发生布达佩斯比波罗的情形。随美国立场渐渐明朗，国际社会当咧关注这场治患者联名的承诺，敢会当真正化作稳定乌克兰的力量。公司新闻第5日报道。
好来看这天做代真正无依法伫阿富汗的昨暗又搁发生大地震啊！这是这几日以来第3届的大地震，规模是有6.2。目前这场天灾，这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200个人。真正的地震还阁伫咧救，阁一直发生地震，河北省阁继续惊吓悲伤。阿富汗崔西岸发生规模6.2的地震。德国的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讲，震央是伫东南部地区往巴基斯坦边境。6.2的地震前后又几落变地震，规模分别是5.6、5.2加5.5之间，造成严重破坏，民众惊吓。I've already buried 6 others over there. They're from my own household. These are my cousins. 要把物资送入去灾区真困难，因为路拢被震到海去，工作人员要过，抑阁要先落车搬石头，救援人员随时你是用行几落点钟，直到因为地震山崩，无法度出入的村内面，对崩起的厝内面搬做真侪尸体。I was not able to count how many people and the dead bodies were here. Most of the households here are entirely destroyed. On the top hill, there was also landslides in the area. Dozens of houses were fully destroyed. 库纳尔省真侪厝拢是拆厝甲土角厝，挡袂掉地震。全球伊斯兰救济组织评估，这个省差不多98%的建筑物规个倒来或者是受损害。塔利班发言人随时证实，自礼拜发生毁灭性地震，拜二国发生规模5.5的地震到即马，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2200人，比之前估计1400人较多。د نورو اداراتو ملکی او نظامی اداراتو سره ساحې ته ځان رسولی ده ترڅو هیوادوال مو خوندي ځایونو ته روغتونونو ته انتقال کړي。自塔利班2021年重新掌权，并且实施严格宗教法规了，非政府组织甲援助团体运作愈来愈困难，支持也愈来愈少。援助团体讲，因即马正需要人甲物资来救受伤的人，甲互几落万物甲可贵的人食甲啉。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意大利一个时尚大师亚曼尼昨过星期，伊是食到91岁。伊所独立创立的一寡品牌，包括着衫裤、香水，也有化妆品等等，这市值是超过100亿的美金。伊一个过星期，即马全球真侪出名人拢真甲笑脸。米兰圭亚路阿玛尼品牌旗舰店头前，真侪市民甲时尚款的人士伫咧遮悼念。阿玛尼自1975年创立同名的品牌，到呾以简单流利的线条加经典的剪裁，完全改变西装的刻板印象。带动 Power Shirt， 也就是宽略套装的流行，因若定义意大利的时尚，也甲品牌扩展到奥运代表队的制服、红地毯服饰，也阁有生活用品。阿玛尼在新的时阵真低调，因为伊的作品是流行全世界。Sad to hear about his death, and I came just to pay my respects. Giorgio Armani was very loved in Milan, and he was a great man and with great fashion. 阿玛尼自一台最大加藤车起家，后面变做超过100亿美金的全世界时尚帝国。以1934年伫意大利北部的皮亚琴察出世，本来想要做医生，尾仔伫咧时尚圈找到真正的舞台，先伫咧米兰知名的百货公司做图腾的设计，尾仔入去时尚品牌，慢慢累积经验，到41岁才创立家己的品牌，就叫阿玛尼，用简单流利的线条加流化的西装外形，彻底改变男装的风格，互人讲是改过传统西装的设计师。美国福比士把伊列入全世界前200大好野人，伊影响的唔但是穿插，也有文化甲生活。理查吉尔、凯特·布兰奇等名气拢是阿玛尼红地毯的代言人。He changed the way that the world dresses, especially the way we consider tailoring and suiting, but also as a businessman with a huge empire that he started by selling his Beetle car. It's a fairy tale story. 阿玛尼伊的一生见证时尚甲产业的演变，伊代表的极简奢华，真侪意大利时尚的代名词。伊的事业包括化妆品、香水、家具设计，也有酒店。伊过身的消息传出了，真侪有名人，亲像维多利亚·贝克汉、乔吉 model、辛蒂·克劳夫、演员山缪·杰克森，也有时尚设计师范伦铁诺等人，拢伫咧社群平台悼念这位真正的传奇。公司新闻张伟玲、吴继昌编辑。继续转来看咱国内这桃园龟山的，今仔日是透早是发生这汽车去弄到自来水排气开关的事故，造成中继路一段来积水，这驾驶嘛来轻伤。目前这水公司是当咧处理，后手也会甲当事人来讨赔偿。
因为自来水的排气管刷拢断去，真侪自来水泉甲路面拢是。代志是伫初5早起7点外发生的，桃园龟山中义路一段龟山往南口的方向，现场汽车甲机车相压，造成排气管受损，水流甲规个路面拢是。北上啊，一个那个老人家骑摩托车要过来嘛，老人家说我没有看到车子北上啊，他就闪他嘛，闪到撞安全岛那边。现场因为弄甲真大力，汽车的车头拢冒起，还佫有一台倒伫涂骹的奥多麦，事故造成汽车驾驶正手的手铐红佫肿，骑机车人身躯真侪所在挫伤，双方周测值拢是0，由消防救护人员送医治疗，无生命危险。王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由忠义路一段直行往林口方向，洪姓男子骑乘普重机车由慢车道欲回转龟山方向，两车发生擦撞。自小客车撞击分隔岛的自来水截流阀。初步了解，事故发生原因是乌车自用小客车是直行，骑机车人准备转弯穿过车路的时阵，自用小客车因为闪袂赴，所以弄到中央分隔岛的自来水排气管。详细车祸原因也有待查清楚。自来水公司已经派人员第一时间把水关起来，嘛备料了后进行修理，后续会向肇事者求赔偿。记者采访报道。这毛豆一档的外销呢，大概是23亿，这当中销去到美国的是占2成左右。也毋过，即马受到这关税影响，毛豆外销的市场比例是有降低，所以农粮署是来推出支持方案，补助业者甲卖场来办活动，希望会当帮助在地农民来度过关税冲击。毛豆有真悬的营养价值，真侪店家最近拢有在举办市价优惠的活动。业者表示，因为有促销小卖的关系，国内的销量有明显的增加，民众嘛真捧场，起炒袂歹，95块就可以加购1包。那想到这样子会增加你们民众想要购买的意愿吗？会。我觉得进货量是有增加，然后业绩上面有增加5成，对，感觉上客人会去拿这个来买，会去购买的欲望也会增加。根据农业部的资料，台湾的毛豆每年外销的金额有23亿，其中销去美国就有4.3亿，占全部的2成。但因为受关税的冲击，目前台湾的毛豆外销量大受影响，所以农粮署嘛提供支持方案，扩大国内行销，嘛有提供补助。办理一些地区性的行销活动，或者是全国性的一个跨域活动。那如果是地区性的一个行销活动的话，我们大概会就是每个案子大概是可以补助80%的一个相关费用，那最高补助那个50万元。那如果是属于那个跨域性、全国性的一个整合行销活动的话，我们就会依照它实际上提出来的案子来做一个审查。那每案最高就补助200万元。为了增加毛豆在国内的销量，农粮署和业者合作，推出真侪优惠活动。面对关税问题，农业部呼吁民众支持在地农民，未来嘛会推动更较侪优惠来刺激内销。记者陈成东、王兴忠台北报道。今年的中元节前2天呢，这新竹的城隍庙是拢会来举办暗访的活动。昨暗是由城隍爷的大公主来带队，照这清朝时代呢传承到当的这个路线出发去甲夜巡，这场面看起来是真大，嘛是替明仔载7月半中元节这城隍爷出巡来先做准备。城隍爷大公主领队，后壁是范将军，各家伙备民众，队伍按照清代流传至今的古城路线进行夜巡，为旧历7月半中元迄天城隍出巡先做准备。这是德参中元城隍节，新竹市上有代表性的文化传统之一。拜四暗伫新竹热烈举办。茶叶暗访，那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的大少爷跟二少爷他们轮流出去先走。7月15的路线，那今年是我们大少爷出去走。过仪式包括开后门、野鸡游行、菜叶暗访、甲老正进歌，这夜巡仪式也是甲市民信众苦外的重要活动。因为民间相信讲，火光照过路，拢会当辟邪保平安。我们杜城隍
进行绕境正都之前呢，今天先轮到请他的大公子先带城隍爷出来巡视我们新竹市，那就是扫除路障，那当然也是整顿阴阳的秩序，已经是新竹市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化资产的活动。8日就是中元7月半，有绕境进古的活动，也是过活动的重头戏。新的市府也邀请市民甲各地信众来参与，祈求平安顺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政治界的消息来关心是，这国民党主席10月18要来改选，目前已经有9个人表态要来选党主席。赵少康是表示讲，头先升的是这罗秀燕，后来呢是这朱立伦、霍良斌刷落来才是伊。另外呢，这表态要参选的中华关前县长杜碧元，伊是认为讲霍良斌若准做党主席，安尼会伤害到南北合作。将各大蔡志宏初5早起正式宣布竞选国民党主席，竞争真激烈。党主席朱立伦初4宣布聘请赵少康、管中敏担任中评委，安尼去互外界联想讲替2个人开青灯，得到参选党主席的资格。赵少康是讲无排除参选，毋过还未决定。顺位优先应该是罗秀燕、朱立伦、霍良斌，过来才是伊。那希望我出来，如果他们3个不选，我就选。就是说我跟郝龙斌2个人绝对不会同时出现在竞选名单上。我们不会2个一起选。不过已经表明参选的中华关前县长杜碧元认为，若是将台北市长霍良斌担任党主席，南北互信会转来到原点，恐惊伤害南北合。霍良斌嘛罕见的大文化讲司法爱独立公正，挺挂问题。伊安尼做，互外界解读是参选党主席的起手式，先甲民众党和解。我们的一些支持者对于不管游淑慧或是钟小平，他有一定的。他们有一定的看法，当然，游淑慧跟那个郝龙斌郝市长也有一定的亲近的关系，所以有些支持者的确对郝龙斌先生有点疑虑。若是立赢初3成立选举会，也互人批评拄啊结束大罢免，随伫咧为2026选举布局。徐国勇表示，比起南北选战，民进党已经算慢一步啊，而且政党的目的都是为了选举。政党法，政党的目的就是为了选举，所以民进党在昨天通过了选举对策委员会，相对于民众党跟国民党都已经有一点点慢了。把市政做好，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普选。民进党2026选举会由总统府主席区议员、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担任共同召集人，总统赖清德甲各县市首长，包括高雄市长陈其迈，拢无排入去。记者采访报道。有民间团体是来针对着台湾的经济甲政治来做调查，结果发现讲有超过50成的人对即马赖政府的施政甲关税政策是拢无啥满意。有学者是建议讲，这政府呢应该爱加强跨党派的合作来推动政策。经过大罢免和美国的关税政策，台湾的政治和经济拢受到影响。有民间团体就针对台湾的经济和政治来做民意调查。调查指出，有5成的民众无满意大政府的施政，嘛有6成左右的民众对美国关税谈判无满意。有学者就建议政府应该重新思考无共产业的资源分配，帮助企业维持竞争力。台湾有这么多资源吗？所以我们要想的事情是不是所有我们经济的逻辑很简单，所有外来冲击来的时候，你就要想一想怎么重新调配你的资源配置。那我们要去帮助的是这些有长期竞争力的优势企业，还是这个可能已经没有长期竞争力，只要几%的关税来，可能就撑不住的企业？这几年来，国内嘛逼出真侪诈骗的受害者。民团根据民调指出，针对政府打击诈骗的做法，有超过7成的民众无满意。学者认为，政府爱调整防治诈骗的方式，提升民众的安全感。选民的支持，以及推出政策来获取他们的这个认同，所以使得他目前的这个政策的说服力是相当的不足。那我们从这个报告里面可以看出来，就是诈骗它其实是不分党派的民众都非常的不满。学者嘛呼吁，这届民调显示民众对台湾目前的政治、经济和能源政策拢无介满意。学者建议政府透过跨党派、跨部会合作，做会推出政策，提升民众对政府的信心。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好在中国的阅兵已经结束啊，也毋过军机甲军舰呢，也是继续咧侵略咱台湾。最后，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魏特曼，伊是呼吁应该爱加速对台湾来交武器甲技术，安尼才通有预见的效果。
中国9·3阅兵结束了后，国防部公布测试侦查到17架中国军机、9架中国军舰甲2架公务船持续侵扰。面对中国一直军事施压，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也就是共和党籍的魏德曼，呼吁国家大厦紧甲军售交回予台湾。In the order of risk, in the order of need, we are going to ask that you elevate fulfilling the order to Taiwan and others because it is strategically very important to make sure that you all have the capability, and it's not going to do any good if the order is filled after China makes a move on Taiwan. 魏德曼认为讲，美国政府应该让台湾有自主生产消耗品的能力。当日了，才访问台湾的参议员费雪，在参议院演讲的时阵强调讲，美国爱持续强化甲台湾合作。A stronger Taiwan means a stronger United States and vice versa. That is why both our nations must continue working deliberately and decisively to deepen cooperation. 另外，根据《金融时报》，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最高层级官员罗亚尼，甲咱国国安会副秘书长齐书谦，上礼拜伫咧美国阿拉斯加举行秘密会谈。报道指出，这原底是国防部长顾立雄甲美国国防部政策处长郭碧杰6月份要举行的会谈。不过，迄当阵美国烦恼会互中国丢卡顿地，指出传习会破局，所以临时取消，若要求延期，嘛降低官员的等级。美国最大的核心力就是要维持印太区域，当然包括台海区域的一个现状的维持。针对这点，咱国相关的单位拢也未回应。现在陆委会主委区随前会伫初6头一摆带团去华府进行例行性的访问，按算会拜会美国行政部门甲国会，甲美国说明咱国两岸的政策，还有了解川普政府对中国政策上新的方向，而且会伫地库发表专题演讲。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坐轮椅的羽毛球国手杨依晨甲吴光秋，去年呢是来挑战巴黎帕运，写下历史的这个纪录。其中，这杨依晨呢，伊是因为意外去伤到伊的龙骨，才接触到这款的运动。今嘛，伊是希望会当鼓励更较侪人勇敢行出困境。倒手刷轮椅，正手拍球，一球一球累积训练经验。伊是台湾拍球国手杨依晨，也是国内轮椅羽球头一届挑战帕运的女双选手之一，替台湾创下历史新业。本身是脊髓损伤伤友的伊，趁脊髓损伤监连发展中心30周年，来鼓励伤友行出困境。意志力很重要，因为我们本身在复健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是有一些肌力的肌肉会受损。会酸痛，告诉自己要撑过去，要撑过去。中心说明，脊髓损伤的伤友大部分拢是后天意外造成的伤势，有90%是所谓的意外伤害，10%是疾病引起的。我想很多的意外伤害，其实如果大家注意，那都是可以预防的。伤友面对痛痛，某一寡器官失灵的问题，有一寡人用半年至1年重新进入社会，有的人煞一世人无法度面对，需要更加侪鼓励甲支持。伤者而言，以及伤者的这个家庭而言，他们都要度过一段非常长的心理的低沉调试的时间。脊髓伤友受伤拢是无法度复原的伤害，平均爱靠轮椅生活至少30至50年。生活中见、社会适应、职场中见，拢爱为头来。中心卖丢些全国头一做，专门予脊髓损伤的伤友的南州乐活中心，提供照顾全面、职业媒合场合这服务，予伤友靠家己的力量维持生活甲尊严。记者采访报道。另外来看，这台湾拍乒乓的选手林文如呢，伊是头一届来讲过这台菜的料理。去年伊是来创一个个人食美食的这个笑话，会当呈现这小林同学另外一面。露出必须的笑容，对镜头小皱眉。台湾倒球一哥林文如职业赛季，南韩时阵返台，为头一摆跨界台菜创作徛台，捧出4道料理，用于这几年的赛场记忆甲家庭的感情。听说你吃了蒸蛋之后，隔天就不小心拿冠军。除了以前出国比赛，缀伫身边的妈妈上定做的冠军吹卵，等到台湾，林文如上喜欢食是阿嬷亲手种、亲手采的素桂豆。虽然阿嬷过身食袂着啊，这摆伊亲自弃菜，佮加入减卵磷。更多还是四季豆本身的这个东西，然后可能有一些
对我来说可能有一些思念的感觉吧。我发想的时候到试菜到最后结果出来，其实自己都参与其中了。在跟他合作的过程中，虽然他这个是话说的不多，但都非常的准确，指引我们研发的方向。林文如顶个月才度过24岁生日，注定因为征战国际赛场，口味国际化，面对高强度的比赛，创建个人比时下军校号来调节身心。当方面着前辈李勇会接近运动部长职务的期待，如果长期翕位，无啥讲话，一个一讲，希望大家愈来愈好。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原来下晡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不理在，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30度到35度，中部地区是29度到33度，南部地区29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9度到33度。外岛地区29度到32度。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后礼拜同一时间，咱再相会。